九龍灣尾嘅白王府1號飲下午茶。呢間酒樓喺唐公館隔離，酒樓位置可以睇返唐公館嗰集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2點至3點半，茶錢14蚊，長者免茶。星期一至五小點29蚊，中點34蚊，大點44蚊，特點49蚊，頂點54蚊。下午茶點心5折。下午茶孖寶39個8，燒味粉麵27個8起，粉麵飯68蚊起。下午茶玫瑰豉油雞米線27個8，皮滑肉嫩，有豉油香味，好食。超值孖寶39個8，蜜汁叉燒腸粉，餡料唔多，味道正常。山竹牛肉球中規中矩 ，OK。今餐埋單74蚊。